哥林多前書第4課每週證道。天父謝謝你，因為你賜俾我哋你寶貴嘅話語，而且你應許你嘅話語寄出，絕不會突然收回，必然會成就你定意要成就嘅。喺聆聽你話語又遵循你話語的人生命當中，願主祝福我哋今日嘅講課，讓我哋可以從保羅嘅教導當中繼續認識你嘅真理，並且經歷從你真理而來嘅祝福。呢個係我哋嘅禱告，奉靠耶穌基督聖名，阿門。由於新冠疫情不斷持續升溫，全世界都紛紛進入警備嘅狀態，甚至有啲地區都開始引發咗一啲恐慌情況。除咗搶購防疫嘅必備品之外，連民生用品都好似蝗蟲過境一樣一掃而空。事實上，東非現正面臨25年以來最嚴重嘅蝗災，蝗蟲大軍吞噬咗整個東非嘅農作物，引發了空前嘅糧食危機。當死亡嘅陰影悄悄地籠罩呢個世界大地時，我哋每一個人都必須問問自己，我哋對死亡嘅認識係點樣嘅一回事呢？當我哋生命結束嗰陣時，真係好似中國人所講，人死如燈滅嗎？定係好似我哋民間宗教所相信嗰一套？如果冇轉世，會成為孤魂野鬼，定係會係有其他呢？保羅係寫俾哥林多教會嘅書信當中就討論到呢啲事，佢相信人死後仲會有生命，基督真係復活了。當基督復活對我哋嘅未來同我哋嘅今日嘅生活會有咩影響同關係呢？基督嘅復活帶俾我哋嘅意義究竟係咩意思呢？係哥林多前書最後2章當中，保羅會教導我哋。今日嘅證道我會分成2個段落。第一個段落係復活嘅盼望，係哥林多前書第15章；第二個段落係活在復活嘅光中，係哥林多前書第16章。我哋睇第一個段落復活嘅盼望。喺呢度，保羅首先由第15章第1節到第4節，佢向哥林多嘅信徒重申福音當中嘅3個要點。第一個福音要點，基督照聖經所講，為我哋嘅罪而死。全世界嘅人大部分都會相信，同意耶穌死咗，但係佢哋唔見得會相信耶穌，或者會願意承認耶穌係為咗佢哋自己嘅罪而死。但係聖經話俾我哋知，耶穌確實係為我哋嘅罪而死。耶穌親自為我哋成為贖罪祭，滿足咗上帝對公義嘅要求，償還咗我哋嘅罪債，令我哋唔需要再為罪受到懲罰。耶穌唔單止係照聖經所講為我哋嘅罪死，佢更被埋葬。呢個係福音嘅第二個要點，被埋葬，證明耶穌係100%嘅人，證明佢千真萬確死咗，因為佢已經被人埋咗喺墳墓入面。但係墳墓打開後就見唔到耶穌喺入面，因為照聖經所講，第3天復活了。呢個係福音嘅第3個要點，耶穌嘅死同復活都係按照上帝嘅計劃，記載喺聖經裏面嘅預言，按次序而發生嘅。例如係詩篇110篇第1節，大衛就說：耶和華對我主說，你坐在我的右邊，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又喺馬太福音20章，耶穌佢自己都對佢嘅門徒預言自己嘅死時，他說：看啊，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在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又交給外邦人，將他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上。第3日他要復活。所以基督復活實現咗聖經預言，佢係一個歷史事實，而且呢個事實有好多目擊證人可以作證。就係第5到第8節嗰度，保羅就列舉呢啲見證人，包括有基法，就係彼得，有12使徒，500多位弟兄，仲有耶穌嘅細佬雅各。保羅講呢啲見證人大部分都仲喺度，但有啲人就已經死咗，因為佢哋為見證福音同為真理而殉道咗。點解佢哋願意為真理而殉道呢？因為佢哋都相信基督就係彌賽亞，耶穌就係上帝，佢哋嘅生命都因為耶穌而有咗極大嘅改變。特別係保羅佢自己喺第9節佢講，佢謙卑聲稱自己係最小、最不配嘅使徒，因為佢深知道佢只可以從一個非常激進嘅基督教破壞者變成咗一個基督嘅殉道者，完全係嚟自喺上帝浩大嘅恩典。佢深知道自己喺幾唔配得到嘅赦免，而呢一份佢自認不配嘅奇妙恩典激勵咗佢，將佢自己嘅生命完全獻俾基督，就好似其他嘅使徒一樣。佢哋相信基督，然後同復活嘅基督相遇嘅經歷，改變咗佢哋每一個人嘅生命，令佢哋由凡夫俗子變成咗第1世紀當時翻天覆地嘅使徒。耶穌基督嘅復活係基督教信仰嘅核心，係改變生命歷史嘅關鍵。但係保羅知道哥林多信徒當中係有人唔相信耶穌復活，
所以喺12到16節，佢就用咗6個問題嚟論證，如果耶穌冇復活嘅話，咁我哋會變成點樣呢？第一，佢講如果耶穌冇復活，咁所有呢啲講道、聽嘅呢啲道理都係白費時間，仲有基督教信仰當中嘅操練、參加主日崇拜、讀經、祈禱、靈修，所有嘅活動都係冇用。如果耶穌冇復活，咁使徒佢哋就變成咗世界上最大嘅騙子。另外，耶穌如果冇復活，咁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慘慘豬嘅事情，因為我哋所有嘅罪仍然係我哋身上。將來當我哋企喺審判台前，我哋將冇辦法交代。如果耶穌真係冇復活，咁係基督入面瞓咗嘅人就會係滅亡，係永遠死亡，係永死。呢個代表嗰啲我哋係基督裏過世嘅親人，我哋會喺淚水中告別。我哋期望會再見到嘅人都永遠唔會見到，因為佢哋已永遠滅亡。最後，如果耶穌冇復活，我哋所認定、我哋所向往、我哋所竭力追求嘅嗰個更崇高、更有價值嘅生命意義就化為虛空，化為泡沫，咁我哋就真係好可悲。但係如果耶穌真嘅復活咗，咁我哋嘅生命就充滿盼望，因為罪嘅咒詛而帶來嘅死就會被逆轉。咁死亡就唔係我哋信徒嘅終點，唔係我哋嘅命運，復活先係。喺第20到28節，保羅就講到基督復活嘅時候，佢就好似係初熟嘅果子一樣。呢個意思就係講，就好似農夫睇到樹上第一個果子開始生長嘅時候，佢就知道會再有更多嘅果子陸陸續續嘅生出嚟。同樣，基督嘅復活就係話俾我哋知，將會有更多嘅身體復活，因為呢個喺上帝俾我哋嘅應許。佢嘅復活確保咗信徒嘅復活，就係應許佢嘅應許。喺當中可能有人會質疑咁講，耶穌並唔係聖經裏面第一個死裏復活嘅人。佢喺行道嗰陣嘅時候，曾經叫拉撒路、叫因城寡婦嘅獨生子，仲有挨老嘅12歲嘅女從死裏復活。咁我哋點解釋耶穌嘅復活係如同初熟嘅果子呢？我哋知道呢3位耶穌叫佢哋復活嘅人，佢哋復活咗一段時間之後，佢哋嘅肉身又再死，所以呢個並唔係我哋喺呢度所講嘅復活，因為真正嘅復活就係復活之後佢唔會再死，而且呢個復活後嘅身體係一個靈體，佢唔受時間、空間仲有物質嘅限制。呢個係主耶穌復活嘅樣式。喺第24節，佢跟住話俾我哋知，按照上帝對人類歷史嘅計劃中，唔單係基督，就連信徒都會喺上帝計劃入面揾到復活嘅生命。基督要作王，基督將要作王，所有基督嘅仇敵都將被擊敗，包括人類最大嘅敵人就係死亡，都將永遠被摧毀，然後萬物都會浮喺耶穌基督嘅腳下。意思就係講萬物都會各就其位，佢哋會被恢復更新，到起初被造成原有嘅嗰個榮耀嘅樣式。呢個就係我哋榮耀嘅盼望，呢個係復活嘅高潮。不過喺第29至34節嗰度，保羅佢自己都以自己親身嘅經歷話俾佢哋，叫佢哋活出福音，仲有等候復活盼望嘅呢個過程當中，受苦係必要嘅。佢鄭重嘅對佢哋講，如果復活唔係真嘅，我點解要冒險？如果復活唔係真嘅，咁我就唔需要將自己陷於險境，就好似喺以弗所同野獸搏鬥一樣。呢度可能就係指喺使徒行傳第19章中，保羅係以弗所嘅時候受到一啲逼迫，所以佢就講，如果復活呢件事情唔係真嘅，咁我點解要咁拼命？我唔好好出去玩，出去唱 K， 去返大陸玩，去 party room， 我點解仲要照住按聖經嘅教導去生活？我點解仲要去傳福音？即時行樂唔係會比較實際開心？反正遲早有一日我都會死。不過保羅佢確信基督會復活。不過喺呢度唔知道有冇人會問，喺第29節當中，保羅有提到為死人洗禮，咁樣為死咗嘅人洗禮呢件事係咩意思呢？特別係佢有講到哥林多人，佢哋對基督信徒嘅復活嘅真理其實係有質疑，唔太相信。但係點解佢哋唔太相信，但係仲繼續去做冇聖經根據嘅事情呢？首先，我想講呢個係一個聖經嘅難解題，所以都有好多唔同嘅解說。喺其中最常會講到嘅解讀方式有，第一個就係講，可能係某一個信主嘅人喺未有洗禮之前就死咗，所以替佢補辦個洗禮儀式。亦有可能就係有啲為人子女嘅信咗主，但係佢嘅父母仲未信主，但佢好渴望復活之後
仲可以同佢父母能夠繼續有父母親嘅身份連結，所以佢就用活人代替死人受洗嘅方法，好讓已受洗信主嘅兒女可以為過世父母領洗，希望佢嘅父母親因為佢嘅代洗而得救，將來亦可以享受復活嘅權利。雖然我哋唔知道究竟點樣解釋好，但係有一件事我哋可以確定嘅，救恩係個人嘅決定，而且只有透過相信耶穌基督先能夠得到，而唔係透過任何宗教儀式。我自己其實曾經就遇過一件事情，有一個清晨大約4、5點嘅時候，我收到一個姊妹嘅電話，因為佢嘅父親啱啱因為肺癌而離開咗，佢問我可以點做，有冇辦法可以俾佢嘅爸爸上天堂。佢想藉着用基督教嘅告別式，或者係請牧師前來為佢嘅父親禱告，咁樣可以上天堂嗎？呢個係一個非常嚴肅嘅事情，我覺得我必須話俾佢知，真理係唔可以，因為救恩係個人嘅決定，唔係任何宗教儀式可以俾到嘅。復活嘅真理真係一個奧秘。喺第35節到49節，有人問：人死咗之後，個身體都會腐爛晒，復活之後會有點樣嘅身體呢？保羅喺呢度就用植物界、動物界、行星界嚟解釋生命要進到下一個生命嘅轉變。佢講就好似一粒種子發芽長成一棵植物一樣，又好似動物嘅形體同人嘅形體，呢啲都係屬地嘅形體。復活都有復活嘅形體，地上嘅形體係屬地嘅，係軟弱嘅，係短暫嘅，係必損壞嘅，係第一個亞當嘅身體，係浮在罪同敗壞之下。但係復活嘅身體就係屬靈嘅，係永恆嘅，就好似耶穌復活嘅身體一樣。因為耶穌就係末後嘅亞當，呢個身體會保存到永遠，而且唔會再受到任何罪惡嘅敗壞，仲有死亡嘅轄制。聽起嚟真係非常非常令人向往，感受到嘛？所以佢就繼續講呢個改變會喺咩時間發生。佢喺第52節講，喺一剎之間、眨眼之間，號角吹響嘅時候，死人要復活，會成為不朽壞嘅。我哋都要改變，呢個改變會喺眨眼之間發生。喺帖撒羅尼迦前書第5章當中提到，當號角號同吹響，就係基督再返嚟嘅時候。咁所有已經死咗嘅基督徒，佢哋會先經歷身體復活，之後所有仲活着嘅基督徒都會得到一個新嘅身體，而且呢個身體係為咗要活喺新天新地而預備嘅。所以呢個復活嘅身體將永遠唔會再有死亡、疾病，唔會有腰酸背痛，唔會再因為失眠而感到嘅疲倦、眼瞓。呢個身體唔會變老，個樣唔會有皺紋、雀斑、熊貓眼，唔會變醜，佢反而會似耶穌一樣完美、榮耀、健康、強壯、美麗、容光煥發，而且喺呢個過程會喺一瞬間搞掂，比任何醫學美容、整形手術嚟得快、嚟得好，一個字快靚正。呢個時刻係令人向往，而且又不可思議。唔單止係喺我哋嘅外貌外表上似耶穌，就連我哋內在嘅性格、我哋嘅思想，都會喺一瞬間就改變咗，變咗似耶穌一樣順服，似耶穌一樣純全。呢個係我哋所謂嘅得榮耀，呢個係我哋復活嘅盼望。上帝藉住耶穌賜俾我哋終極永遠嘅勝利。所以保羅喺第58節，佢就勉勵哥林多信徒要堅固佢哋嘅信心，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為知道你哋努力辛酸喺主裏面唔係冇價值嘅。保羅同佢哋講要堅定相信，因為基督佢已經復活咗，我哋都會復活。要堅定嘅相信，現時我哋所追求最好嘅情景仲未到，所以我哋要竭力作主工，帶着復活嘅盼望，靠着復活嘅大能大力嚟面對今日生活上嘅挑戰。呢個係我哋第一段嘅屬靈原則，基督嘅復活保證我哋有能力面對今日嘅挑戰。咩嘢係你今日嘅挑戰呢？係一個你無法改過嚟嘅壞習慣，定係一個你無法勝過嘅罪？定係你所愛嘅配偶，又或者年紀大嘅父母正在經歷病痛嗎？定係你自己嘅體力大不如前，記憶力、視力不斷衰退，而令你感覺到力不從心？定係你嘅內心因為懼怕新冠疫情，仲有喺世界各地所發生嘅天災人禍，而俾你感受到無力呢？當我哋相信復活呢個榮耀嘅盼望嗰陣時，你知道我哋嘅心可以安穩，並且有信心嚟面對生活中各項嘅挑戰，包括現時威脅緊我哋生命、威脅緊我哋安全嘅任何情況。有一首非常令人振奮嘅詩歌，叫做《因他活着》。歌詞裏面話俾我哋知，因他活着，我能面對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懼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
生命充滿了希望，只因他活着。係啊，因為佢活着，我哋生命中再大嘅罪孽，喺復活嘅基督十字架面前，都顯得十分渺小、微不足道。因為他活着，我哋就有力量可以活出基督充滿榮耀、盼望得勝嘅生命。所以基督復活嘅盼望，可以點樣幫助你去面對你現時面對嘅挑戰呢？基督嘅復活，保證咗信徒會從死裏復活。死亡對我哋而言，唔係人死如燈滅，而係從今生到永恆嘅一個過渡，代表我哋嘅生命係會繼續延續落去。所以我哋而家手上所做嘅每一件事情，都會延續到我哋嘅將來，亦會影響到我哋將來復活嘅生命。所以保羅喺第16章就係我哋嘅第二個要教導嘅內容。信徒要帶着點樣嘅屬靈嘅眼光，活喺復活嘅光中呢？我哋嚟睇睇當中嘅教導。喺哥林多前書第16章第1到第4節，保羅講要透過彼此關顧。佢講到聖徒捐錢，就係以前點樣吩咐加拉太嘅眾教會所做嘅，而家哥林多教會都應該照樣做。保羅喺呢度除咗列出奉獻實際嘅原則之外，其實佢最想要做嘅就係要俾呢啲外邦人嘅教會，透過幫忙耶路撒冷教會聖徒財物上面嘅危機，俾佢哋能夠明白，其實每一個地方教會都係隸屬係基督普世嘅教會，世界各地教會同信徒嘅遭遇都係會直接同我哋有關。我哋有責任嚟補足主內肢體嘅缺乏，我哋有責任用愛心、用行動嚟關顧佢哋。就好似當時武漢疫情一爆發嘅時候，我哋同工入面有同工即刻買咗好多口罩，之後再安排送過去俾武漢教會，支援佢哋嘅需要。係啊，我哋要透過彼此關顧，活喺復活嘅光中。跟住喺第5到第18節，我哋睇到保羅佢自己都向教會提出幾個個人要求。其實呢個都係佢喺度教導緊佢哋要點樣活喺復活嘅光中。喺第10節佢就咁講：若是提摩太來到，你們要留心，叫他在你們那裏無所懼怕，因為他努力做主工，像我一樣，所以無論誰都不可以藐視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這裏來，因我指望他和弟兄們同來。保羅喺呢度叫佢哋要尊敬提摩太，遵循佢嘅教導，因為基督嘅復活令到所有嘅信徒都一齊活着，直到永遠，就係我哋呢份在主中無法切割嘅生命嘅關係。所以保羅講要佢哋代提摩太就好似同對佢一樣，大家都係努力喺度服侍主，佢都係活喺復活光中嘅人，所以佢要哥林多嘅信徒尊敬佢，要好好珍惜同佢之間嘅關係，要好好建立關係，唔係去輕視佢。跟住保羅就提到阿波羅，佢再三勸導叫佢同弟兄們一齊過去你哋嗰邊，但係佢唔願意去，即使而家有機會，佢都唔想而家過去。喺呢度我哋睇到保羅，佢雖然好想要阿波羅過去幫助哥林多教會，但係佢都尊重阿波羅嘅決定，因為阿波羅按照上帝俾佢嘅呼召，叫佢暫時唔好過去住，呢個都係復活光中會做嘅事情。阿波羅可能係因為較早前教會合一嘅緣故，而令到佢唔想馬上過去，或者佢想等佢哋當中分黨分派嘅問題解決咗之後先再過去。阿波羅佢按照上帝俾佢生命當中嘅呼召，為咗教會嘅合一，佢暫時唔過去。呢個都係活在復活嘅光中。跟住保羅都提及到史提反嘅一家，保羅講佢哋係亞該亞教會初熟嘅果子，但係佢哋都已經喺度服侍緊聖徒，所以保羅勸哥林多肢體要順服，要敬重佢，同佢哋同工，因為佢哋幫緊哥林多教會，填補咗保羅唔喺教會服侍嘅缺口。換句話講，當我哋信服、敬重教會嘅領袖，同工，就係活在復活嘅光中。最後係第19到24節，呢度係呢一封書信嘅最後部分。問安。保羅提到亞西亞嘅教會，又提到百基拉，仲有亞居拉，同埋佢哋家庭嘅教會。其實我哋睇到喺呢一章當中咁多嘅名字，然後又提到佢哋喺度做緊咩嘢。究竟保羅想話俾我哋知咩嘢事情呢？其實佢要話俾我哋知，就係復活嘅盼望。對於我哋係邊個，我哋而家做緊啲乜，做緊咩事，都係有意義嘅。當中係有主嘅心意，要我哋在當中學習。而喺22節講到，若有人不愛主，這人可咒可詛，主必要來，主必要來。雖然我哋唔知道主會幾時翻嚟，但係我哋確知佢一定會翻，而且會喺瞬間就會出現。所以我哋要識得把握時機，呢一個係我哋第二個屬靈嘅原則。復活嘅盼望激勵我哋要把握時機，
為主而活。有一本書叫做《死亡別狂傲》，作者係一個基督教機構嘅創辦人之一，叫做蘇恩佩女士。佢一生愛主，全身投入喺耶穌基督。佢曾經講過：死亡別狂傲，因為我將活得比你更耐。我覺得呢個係活在復活光中嘅人該有嘅思維。要死亡別狂傲，因為我將活得比你更久。唔單止係咁樣，佢知道基督嘅復活就係戰勝死亡最大嘅證據，係福音嘅高潮。佢同時知道，儘管上帝係恩慈嘅，但係傳福音嘅時間真係好有限，好緊迫，所以佢好努力去做主嘅工。後來佢得到癌症後，令到佢非常嘅痛苦，但係佢仍然致力係台灣校園團契嘅工作，仲有香港青年嘅福音工作，領導咗基督徒知識分子，做當時代嘅見證人。基督徒活着，唔單止要傳揚福音，更加要見證基督。喺我哋日常生活當中，見證上帝係我哋生命當中嘅出現同作為，呢個就係見證。所以喺每日生活日常，我哋都要活出聖潔，作充滿盼望嘅見證。保羅講主必要來，就會必會再來，因為上帝嘅話語冇一句話會落空。最後我祝願你來，呢個係初代教會信徒從心底向主發出嘅呼求。我唔知道你係唔係曾經諗過，如果主翻嚟，佢對你嘅生命會有咩影響呢？如果主聽日就翻嚟，咁你會唔會因為自己嘅生活方式、所熱衷嘅活動以及與人之間嘅人際關係而會感到尷尬呢？基督，佢為我哋而來，我哋喺度用緊咩方法為他而活呢？有邊啲時機係你需要把握嘅？又或者係你現時身處係困境當中，你正在緊緊捉住耶穌幫忙，定係要將福音帶俾某一個有需要嘅人？又或者係帶到有需要嘅地方？又有可能係在教會裏面主動去幫補肢體嘅需要，去輔助你嘅教會牧師、領袖同工，亦有可能係改變自己對某一位肢體嘅態度，仲有對佢嘅成見，有冇更新自己既有嘅想法嗎？復活嘅盼望點樣激發你把握為主而活嘅時機？復活嘅盼望為你今日嘅生活帶來咗咩嘢意義呢？好，讓我哋一同禱告。天父，多謝你，因為基督嘅復活唔只係確保咗我哋每個信徒將來嘅復活，更加係當中基督嘅復活係帶有大能大力，仲有嗰份復活嘅喜悅，更加係我哋係每日生活當中都可以經歷到。求主你將呢個榮耀復活嘅盼望，一日比一日更鮮明、更活潑深刻、更深深植喺我哋每個人心入面，並且透過聖靈嘅提醒，激勵我哋去把握每一個可以好似耶穌咁樣去分享愛，勇敢嘅出去為耶穌作見證，去讓耶穌使用我哋作為器皿嘅機會。謝謝主，聽我哋的禱告，奉靠耶穌基督聖名，阿門。